好，接下来就让我们掌声欢迎蓝方选手，来自哈萨克斯坦的喋血猎人阿伊别克。 阿伊别克早已经料到即将开打的战役会是场浴血恶战。接下来，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来自中国的野狼哈比提。 裁判员非常公道，他是明察秋毫啊，是，激发他们一些斗志啊，不然他们太累了，剩2分钟啊。哈比迪加油啊！你是金腰带得主哎。 2个人场下是好朋友，但是场上一定要分出个胜负啊！这种情况呢，还是要迅速的转入地面。这种互相的绞杀呢，更适合他们现在的这个现状。可是哈比提一到了地面，他又会到下位了。这个对方很厉害，一直保持在上位。Go some action。然后哈比提明明这个。 在近身的缠斗是非常耗力气的，他可以用一些，在中远距离的一些踢法和腿法，但是哈比迪都没有做，反正做近身比较耗力气的一些缠斗。哇，糟糕了，裁判又生气了。这个毛巾雨裁判也生气了。 要黄卡拿出来了。这一场是冠军的决斗，是金腰带的捍卫战所以一定要拿出双方应该有的战斗力来。但裁判讲 fight 了，2个人没有听到。加油！哇，这个无结果是吧？无结果。 裁判呢，应该说还指挥这个尺度啊，应该还是非常的严谨的，非常强势，非常权威，直接介入比赛。所以我们的裁判长毛巾雨对于整个比赛的品质非常的要求，我们也非常尊重他一个专业的决定。待会看看主持人怎么说。红牌拿出来了，这对他们下次的比赛是非常不利的。对的。 而且我们的董事长刘学文也非常关心这场比赛的结果。经裁判一致判定，本场比赛2位选手消极应战，所以我们的比赛无效。无效。好，这给我们现场观众一个教训啊。所以这个比赛呢，判定的还是非常的公道的。 对，请2位选手退场，谢谢。非常的果断。